火雞姐啦，每個人都會有壓力嘅係咪？咁有壓力嘅時候咧，我哋一定唔可以屈住，一定要做啲嘢啦，令到啲壓力走嘅。你同你哋咁拜拜噶嘛？咁每個人咧舒壓嘅方法都唔一樣噶。今次咧就等我教大家啦，有一啲方法咧去減壓咯。OK， 嗰啲方法咧係我平時自己每日都會做噶。咁如果你哋咧想減壓咧，都可以試下啦，跟住我啲方法噶。聽住咯。第一，每日花1分鐘撫摸自己。行為嚟噶，同自己講，俾自己知道自己係靚嘅，撫摸自己係安慰，同埋去用個愛嘅感覺，用呢個右手愛自己嘅左手摸下，左手愛下，左手愛下，右手愛下自己塊面，得閒咧摸多啲自己。第二，用下啲香香嘅保濕噴霧去噴自己塊面，一路香一路保濕，咁就好好 feel 噶啦。好香啊，成個都好好 feel 啊！記住拍塊面。第三，照鏡望下自己嘅靚樣。我火雞姐成日都咁照鏡噶，嚟啊，點解你咁靚噶？嚟啊，點解你咁可愛咁高貴噶？今日有啲咩做唔好唔緊要啦 ，OK， 望下你一個人咁完美咁靚咁得意，所有嘢都唔使煩噶啦。OK， 聽日一定會更加好噶，你話係咪啊？哈姆太郎。第四，搵一個傾訴嘅對象。裝成啊，今日好開心啊！做咩事啊？我啲唇膏落邊有爛咗啦！你話我係咪應該買個字啊？係啊，但係咁樣唔會好嘥錢咩？係啦，但係我買嗰啲唇膏啊，要幾億一次，幾億蚊，幾億先有一支嘅喎。唔緊要啦，照買啦。你都話照買啦，唔緊要啦，係咪啊？好啦，搵一個啱嘅傾訴對象好重要噶，最緊要嘅就係佢唔會為咗氹你開心而叫你做一啲佢覺得你唔應該做嘅嘢。第五，揀一隻自己中意嘅歌，然後跟住一齊去唱出嚟，咁可以型去表達下自己，放鬆下。聽下隻歌。記住，如果有壓力咧，千祈唔可以屈喺度，你屈喺度，屈咗喺裏邊，你唔知去咗身體嘅邊度噶，你將個壓力攞出嚟，然後抌走佢。OK， 大家一齊啦，減壓，做多啲減壓嘅方法，令到人要開心啲啦。OK。